惠州石林滩这边商业中心啊，我们看一套89，它的单价3000多，总价呢就30多万就可以了。看花园内景，我们这里下去呢就是它的菜市场，旁边就是公交车站、楼巴站，出行呢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厅，它是一个大两房来的，拎包入住，什么都有了啊。这个户型的话非常通风，它是2个房的。楼下去呢就是我们的海边绿道了啊，去海边也是非常方便的。这是主人房，主人房的话带一个飘窗，也是看内花园的啊。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、干湿分离，这就是小房间啦。小房间的话，它也是有一个窗户的，所以说它这个视野也是非常宽的啊。现在这个房子呢，总价30多万啊，单价也是非常便宜的，3000多就可以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我们评论区聊一聊。